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月初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2篇，约伯记42章第10节到17节，路加福音第8章16节到2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点灯。约伯拄到困难了后，伊的3位好朋友就马上来到伊的身躯边来陪伴伊。就算是讲伫迄个对话中间有真侪无介适当的言谈，甚至对约伯有真侪的责难，但是伫约伯上介艰苦的这中间，伊的好朋友却是带来真诚的陪伴。经过一段真长时间的对话、反省、激辩、责难，也是埋怨了后，约伯伊家己的反省，重新对上帝了解了后，伊就有改变。搁较是伫这个约伯记42章第5节的经文中间，讲出一句非常有名的信仰告白。讲对古早我捌听过你，现在亲目睭看见你。伊定心来认捌上主，也接受上帝对伊生命的安排。然后伊就无搁再甲伊的朋友来争辩，甚至伊为因来祈祷、来祝福，因为约伯伫伊的生命的黑暗的中间，搁一摆看到生命的亮光，就是伊真正所在的上帝。所以，因为安尼，伊就真正来认捌上帝，无搁再活伫迄个黑暗的中间。约伯记42章第10节到17节，圣经的记载，约伯替伊的朋友祈祷了后，上主予伊恢复过去的繁荣，照伊以前所有的定陪予伊。迄时，伊的兄弟姊妹甲以前所识的人拢来看伊，伫伊的厝做伙来啉食。因为着上主所降落伫互伊的灾难来悲哀，搁甲伊安慰。逐个人搁送伊一块银、一个金环，安尼上主赐福互约伯，互伊的环境比伊起初搁较好。伊有养14000，鹿得6000，牛1000对，驴1000。伊搁有7个囝，3个查某囝。伊家大查某囝号名叫做亚米玛，第2个叫做基西亚，第3个叫做基连哈卜。全地找无亲像约伯的查某囝，汉尔水的女子。约伯互正的查某囝甲伊的兄弟平得到财产。后来约伯搁食140岁，看到伊的囝、伊的孙到第4代。最后约伯食长岁寿，年老才死。上帝赐予约伯搁较大的运福，比以前搁较济，搁较长辈，互伊会通兴旺。耶稣基督的教导中间嘛，提醒这军队者着爱诚做一个世界的灯，世界的光。伊强调基督徒的生命就爱亲像灯共款，爱点互倒，爱照光伫这个世界，互世界看到咱的光，也因为安尼来看见基督的光。路加福音第8章16节到21节，耶稣基督的教导安尼提着，无人点灯用红仔，
来甲伊扛起来，还是放伫面床骹，是甲伊摕伫灯台顶，通互人来的人看见光。因为无一项稳目袂显露，无一项暗坎袂显现，袂互人知，所以着注意要安怎听，因为有诶要互伊搁较有济，无诶连伊家己想讲有诶嘛要甲伊抢起来。耶稣诶老母甲兄弟来找伊，毋辜人真济。袂当活去，有人甲伊讲：你诶老母甲兄弟徛伫咧外面要见你。耶稣对因讲：见啊天啊，见上帝话，佫是善诶人，就是我诶老母，我诶兄弟。听见主诶话，上帝诶信息佫会当实践，就亲像灯点灯啊，互人看会着，互人看见主诶光照伫即个黑暗的世界。诗篇72篇，上帝啊，求你将你的公正的判断赐予王，求你将你的公义赐予王的囝，互伊会照公义审判你的子民，照公正判断属你困苦受压制的人。愿大山带来和平，互伊的百姓。愿小山互因享受繁荣，伊会替百姓中困苦的人伸冤，伊会解救善车人，会拍碎压迫者。愿因敬畏你日久加深，直到万世代。愿王亲像雨水落伫草挂的园，亲像及时的雨水润泽土地。在伊的位的日子，义人会兴旺，甲月平久享受大和平。伊会掌权伫即个海到迄个海，对大河到伫地极。住伫旷野的人会归落伫伊的面前，伊会对着完全降服。他西甲海岛的列王来进贡，随巴甲西巴的王来献礼物，愿列王拢拍倒拜伊，万国服侍伊。因为善车人求救的时，伊会救因；困苦无依偎的人，因嘛会救伊。伊会怜悯困苦善车的人，伊会拯救困苦人的性命。伊会救赎因脱离压迫甲强迫。伊看因的性命做宝贝，愿王万岁！愿伊接受西巴进贡的金，愿百姓时常为了伊祈祷，过日祝福伊无停。愿这个土地五谷丰收，万山有麦穗，亲像黎巴嫩的树拿遐尼旺。愿城内人亲像地上的草，无生兴旺。愿伊的名留到永远，亲像日头久长流传。人会因为伊得到福气，万国会称伊做福气。至高的上主以色列上帝，只有伊行基伊的事应该受称赞。愿伊荣耀的名永远受称赞。愿伊荣耀充满全地，阿们，阿们。耶稣囝代笔的祈祷到这结束。恳求主爱主帮赞愿，愿伊诚做上帝所呼召的工人，诚做受竞选差遣忠心的仆人。互阮愿意被点倒，诚做世界的光，见证阮是属于基督的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阿们。